教育部去年制定聘用原则，确定专案教师甲专任教师，因的待遇甲劳动条件就要同款。不过，高教工会调查指出，真侪公司入大学专案教师上课时数上无嘛有16学分，是专任教师的1.8倍。因为专案教师无受劳基法、教师法保障，常常互人无合理对待。教育部去年5月制定专科以上学校用编制以外专任教学人员实施原则，确定专案教师的薪资甲基本授课时数应该比较专任教师。不过，高教工会指出，实施超过1年，有做到薪水同款，不过工时数有明显的差别。剥削这些老师，让他们的教学时数，超过专任老师。甚至于多达将近2倍。工会根据调查指出，台大、东华、北科大等6间学校，专案教师授课时数16学分；高科大等3间学校15学分；后尾科大等4学校14学分；辅仁大学甲大科大13学分，比专任老师的8到9点钟阁较悬。工会嘛以台大做例，台大无提供实验室，所以要求专案老师嘛就要研究。然后同一个时间，他的工作量又达到了这个专任教师授课的部分1.8倍情况底下，这个难道不是专案教师的一个最严重的一个压榨吗？台大表示，等台下单位调查资料再个回应。大科大回应，学校有配套会当对赌时数，要要求逐礼拜排班辅导学生。如果他服务，我们可能就让他抵了3个学分，所以他可能就是只有授10个钟点之类的。高教工会强调，专案老师有权受到不公平的对待。教育部就要求各大专案教师的基本授课时数应该比较专任教师标准。对技术调整的学校，直接一日补助款甲相关计划申请经费的审查关键指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